大家好，我係小柔，歡迎收睇一機走天涯。今集我哋嚟到新竹孔廟。新竹孔廟靜中帶雅，書香氣息滿滿。新竹孔廟位於新竹公園附近，係一個充滿歷史文化氣息嘅地方。雖然唔係規模最大，但絕對係台灣保存最完整嘅孔廟之一。無論你對儒家文化有興趣，定係對古蹟嘅風景，都好值得嚟行下㗎。新竹孔廟最初建立喺清朝乾隆年間，大約係西元1814年，係早期台灣推廣儒學教育嘅重要場域。經過多次嘅翻修，目前你見到嘅建築係經過日治時期重建後嘅模樣，採用咗傳統宮殿式嘅建築風格，飛檐斗拱、木雕彩繪全部都保存得好靚。建築亮點大成殿，供奉咗孔子嘅主殿，屋頂紅磚瓦，氣勢莊嚴。天池同埋拱橋代表咗求學之路，古時士子入學前都要經過橋先入廟㗎。禮器同匾額記錄咗歷代祭孔儀式同埋重要文獻，文化底蘊好深，氣氛寧靜，適合靜靜散步，感受儒風文化。同新竹公園連成一線，無論你係嚟影相散心，定係想深入了解台灣早期教育發展，都係唔可以錯過嘅歷史角落。想我去其他歷史建築定係書香氣息嘅景點探索，留言話我知啦，下次我就帶埋部相機實地踩點。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，下集一機走天涯再見啦，一齊用鏡頭行世界。